第17章，有一块仔饼通食，大家和睦。较赢青草满桌，有3钱。5办代志的萝卜，为管辖写体面的囝，阁会当甲主人的囝平平分着家伙。鼎是要锻炼银，炉是要锻炼金。毋辜上主锻炼人的心。做歹的人注意听奸诈的话，讲白贼的人爱听邪恶的言语。踢笑善笑人是侮辱伊的创造主。爱人拄着灾祸的，一定会受刑罚。子孙是老人的花冠。老爸是囝儿的荣耀。戆人讲大话无合，有地位的人讲白贼，搁较无合。贿赂送的人看做宝石，逐条路拢行会通。袂记得人的价值，会得到友好的回应。代志豆豆念，会互亲密的朋友疏远。甲明理的人讲一句责备的话，较赢甲戆人拍100下。歹人存心背逆，毁灭的使者会来甲伊对付。宁可拄着失落囝的刑母，毋通拄着固执的戆人。用歹报好的，灾祸袂离开伊的家。3钱一个开始，亲像水崩起，就先制止，才袂致到泛滥。判歹人做无罪，定义人做有罪，两项拢是上主所厌恶。戆人无想要卖智慧，手呢摕钱有啥路用？朋友不时相照顾，兄弟出事是要分担苦难。甲厝边答应做担保，迄款人是戆人。爱犯罪的人爱3钱，自高骄傲的人自此灭亡。心思邪恶的人找袂到福气。咬饼话的人会陷入患难。生着戆囝是父母的忧闷。戆人的老爸无啥物通欢喜。欢喜的心是好药，忧伤的神互骨高达。歹人暗中收贿赂，会互判决失去公正。智慧伫明理的人的目睭前，戆人的目睭找到地的尽头。愚戆的囝互老爸烦恼，互老母忧苦。刑罚无辜的人毋好，打击正直的官长嘛毋好。约束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冷静的是聪明。戆人若掂掂嘛看做巧，无开喙的嘛算做聪明。